台南大运动百会伫去年12月，邀请台南12间偏乡的学童做伙参加圣诞公益的点灯活动，为了鼓励学童将参与的过程记录落来，期间佮举办作文加画图的比赛，并分别选出前3名。7号下午伫台南大运动百会举行颁奖表扬。台南大联百长期致力于公益活动，那我们每一年办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动，尤其是每一年的耶诞点灯分享爱的活动，是我们年度最盛大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台南市偏乡的一些国小的小朋友到台南市来参加我们的点灯活动。除了点灯以外，我们白天也会安排他们去做一些参访的活动，还有一些 DIY 的教学所以我们很感谢一些一起参加我们这个分享爱的一些公益团体。跟我们让我们的活动更圆满。那我们这个活动不仅让小朋友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也借由这样的征文以及绘画的比赛，让小朋友把这美好回忆留在心里。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他心里能够有一个分享爱的种子，能够慢慢的发芽。等到他长大之后呢，能够把这个分享爱的部分继续分享出去。得奖的学童有7个，北门加文山国小。下午伫家长加学校老师、校长的陪同，做伙领奖。每一位小朋友嘛，分享家己画作的过程。大圆柏送我们鞋子。还有画什么？点灯活动。点灯活动。你大概画多久？画4节课吧。4节课，1天就完成了？没有，2次美劳课。2次的美劳课。画了圣诞老人、圣诞树，还有大圆柏和礼物。还有礼物。你大概画了多久的时间？2个小时。2个小时就画完了。你有用了什么样的材料？用水彩吗？还是彩色笔？水彩，还有铅笔。得奖的前3名除了分别得到1500到500块的商品礼券，另外还有奖状。主办单位表示，公益的活动除了会持续举办，另外嘛希望吸引更多社会大众共同来参与。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